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6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68天。也许是为了迎接胜利日的到来。前两天普京和格拉西莫夫迫不及待地宣布已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从这个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来看，库尔斯克的战斗并没有停止。有很多消息都显示乌军仍在库尔斯克，并对俄军给出了这个强烈的打击给俄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网上有很多视频都能证明乌军第80空降突击旅在库尔斯克地区奥列什尼亚附近摧毁俄罗斯机械化战术进攻，俄军损失惨重，战场上留下大量的军车、装甲车、滑板车、摩托车。当然了，这个已经是俄罗斯官方第 N 次宣布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泽连斯基总统在他的每天的这个视频节目里面再次重申他说我们还在库尔斯克作战。他说美国主导的俄乌停战计划导致我们挨了8500枚航空炸弹、200枚导弹、3000枚箭弹。显然这是泽连斯基对特朗普的这个斡旋表示不满。当然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目标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这些目标的轰炸也没有停止4月29号，乌克兰出动多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的军工厂围入布良斯克的这个军工厂发生爆炸。28号晚上9点10分，俄罗斯监测到有乌克兰的这个飞弹随后又发文表示乌克兰的海王星正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飞行。最后是新罗西斯克附近的叫基里洛夫卡附近的这个油库就遭到了攻击，发生大火根据报道4月28日夜间，新罗西斯克的一个巨型油库发生大火，随后发生剧烈的爆炸。大火发生前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了导弹空袭的威胁，并提到了远程海王星导弹。当地人还报告听到了3声巨响，爆炸声向这个油库方向这个乌军不仅轰炸这个俄罗斯纵深的这些军事目标，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安全局特工也加大了对俄罗斯这些战犯高级指挥员这个定点清除的力度以往这个乌克兰方面都是闪烁其词但是这一次好像不一样了。泽连斯基大大方方的承认前不久这个发生在莫斯科是吧，是一个俄罗斯的总参谋部的一个什么作战局的一个中将在他的这个心爱的小汽车里面被炸死后来这个实施爆炸的这个人员被俄罗斯方面据说是抓捕了。昨天泽连斯基他对媒体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和乌克兰安全局负责人的报告说，对外情报局局长汇报了俄罗斯武装部队高级人员被清除的情况，正义终将降临。乌克兰安全局局长汇报了我们持续打击乌克兰境内俄罗斯特工网络和破坏分子的努力，成果显著，感谢你们努力。这个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叫罗曼科斯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是暂停敌对行动，也会加强在俄罗斯后方的活动。我对莫斯卡利克将军被炸死感到高兴，我们的特种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就算战争被暂时冻结，特种部队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这将是未来10年到30年需要持续完成的任务。这个没毛病这些高级指挥员应该都在暗杀之列，这个也符合国际惯例你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那你就得承担责任。你跟普通的士兵还不一样，对这些高级指挥员这些头脑就应该实行不择手段的定点清除，包括暗杀，包括斩首刑。斩首也是暗杀对吧？为什么俄罗斯人，为什么普京，为什么这些五夫一娃这么忌惮德国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呢？就是因为这个金牛座巡航导弹它不炸普通的士兵它专门斩首专门打击地堡地底下的目标，而且是精准打击，让俄罗斯的这些战犯这发动战争、发动侵略的这些头子无处可藏，所以他们害怕。那乌克兰当然也没必要说就等着用金牛座来清除他们，对吧？一切手段皆可用，对吧？对这些战犯没有什么宽恕饶恕的这么一说对吧？既然你选择了入侵乌克兰，杀害无辜的平民，这些战犯就必须要接受制裁，不管是手枪、炸弹、炸药，还是中毒，还是精准制导、斩首，还是最后上绞刑架，都一样。
殊途同归乌克兰在这方面反正也没闲着。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双方在战时状态，已经不分前线后方，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将其无人机力量增加 3.5 倍。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乌克兰军队正在将其无人力量的数量增加 3.5 倍，以弥补美国军事援助可能减少的情况。报道援引了乌克兰军事官员的话，无人机已成为这场冲突的关键创新。2025年2月正式宣布，但自2024年秋季以来一直在开发的无人机战线计划，已成为在停火谈判失败或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减少的情况下战略 B 计划。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称无人机战线计划旨在扩大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以弥补缺乏诸如火炮和中程导弹等重型武器的不足。根据乌克兰军方称，无人机已经改变了冲突的性质，成为主要的破坏性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在罗马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敦促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之后，他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恢复对话，并讨论未来计划。马克龙呼吁美国加强对基辅问题的参与，并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包括可能实施制裁。特朗普听取了我的意见，马克龙指出但他质疑在炸弹落下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领土谈判。这个大家都看到那个视频了在罗马那个教堂里面，马克龙和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三个人一个简短的交谈。本来是恐怕是安排的特朗普、马克龙、泽连斯基三方在一起谈话，后来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要求只跟泽连斯基单独谈，但是马克龙还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希望特朗普要对俄罗斯施压，要无条件停火。这个德国的新任总理梅尔茨说我们不是无关的第三方，也不是两个对手之间的调解人，我们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边。也就是德国的表态是越来越坚定就是他不是对吧？德国不是什么无关的第三方，德国更不是什么居中调停的人，德国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的，就德国跟乌克兰是一波的。这个美国媒体也说欧洲各国政府不会与美国站在一起，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也不会向基辅施加任何压力。已经有欧洲人士警告，泽连斯基如果签署了特朗普的停火协议，他将身败名裂。特朗普提出的乌克兰协议将迫使基辅割让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希望，并接受不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俄罗斯却无需承担任何实际责任。专家警告称这可能会终结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并引发乌克兰混乱。就地停火然后承认俄罗斯控制的领土都属于俄罗斯，这个实际上就是乌军无条件投降。泽连斯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条件。最近特朗普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立场。这个特朗普他说他不一定站在泽连斯基那边，但站在乌克兰那边。特朗普很有意思他把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分开了。乌克兰是乌克兰，不一定站泽连斯基，他站乌克兰。他说的不一定是武器，可以是武器，也可以是制裁。也特朗普的意思是他会帮乌克兰，但不一定给武器，但也有可能是给武器，但更也有可能是制裁俄罗斯。制裁怎么制裁呢？就是银行业以及许多其他形式，就是二级制裁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不同情泽连斯基，因为他与泽连斯基打交道非常艰难。我们一直说特朗普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特朗普说什么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看他做什么。但是特朗普现在跟大西洋月刊讲这样的话，也可以理解成他是不是在给自己找辙下，借坡下驴。因为他和谈斡旋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他也知道普京把他当猴耍，利用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协调这个停火，对吧？他出卖乌克兰，他得罪欧洲他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现在要回头。其实不能否认特朗普有回头这种想法。那他怎么回头呢？所以他把这个矛头对准泽连斯基，对吧？我对这个乌克兰对欧洲这个态度，主要是因为泽连斯基，我跟泽连斯基搞不好，我对乌克兰还是很有感情的，我是愿意支持乌克兰。刚才咱们也看了马克龙的态度，德国的态度，我们还要看英国的态度，对吧？欧洲主要这三个国家，如果这个三个国家立场坚定，对吧？没有什么事办不成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他在一个演讲中他说英国必须站出来坚定支持乌克兰。大家看视频Because, conference, peace only comes through strength. Nobody wants the bloodshed to continue. Nobody, least of all the Ukrainians. But after everything that they have suffered, after everything that they have fought for, there can be no discussion about Ukraine without Ukraine
and the people of Ukraine must have a long-term secure future. At conference, I've seen firsthand the devastation Putin has caused. Just a few weeks ago, I was in Kyiv. I met soldiers in the burns unit of a hospital who fought on the front line of freedom. I spoke to children who are growing up under constant bombardment. Some of them, primary school age, have lost their parents to the conflict. I've been to Bucha, the town where Russian soldiers handcuffed civilians and shot them in the head in cold blood. Trust me, conference, you don't forget a place like that. You don't forget the conversations that I had there. People who had to gather up the bodies of their friends, their family,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heel them into a mass grave using shopping trolleys. You don't forget things like that. But mark my words, what I have seen only makes me more determined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to put them in the best possible position and make sure they have the security and the hope that they need. And look, we can be proud that we stood up. I'm proud of the thousands of British families who opened their homes to fleeing Ukrainians. I'm proud that the yellow and light blue flutters on village halls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se islands. And I'm proud that we've shown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nation that will not be cowed by threats or tyranny. But as we enter a new phase in this conflict, we must now deepen our solidarity even further. It's not just moral urgency that demands this. It's also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Russia already menaces our waters, our online spaces, even at times our streets. And the economic insecurity that the conflict has caused, the rising bills,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at will only continue unless we have a resolution that is fair and stable for Ukrain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 lessons of our history. Instability in Europe always washes up on our shores. And this is a generational moment. I've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that we European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to do more for our defence and security. The US is right about that. In this new era, we can't cling on to the comforts of the past. It's tim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security, our continent. And I'm clear that Britain will take a leading responsibility. We have to be ready to play our role if a force is required in Ukraine once a peace agreement is reached. And we have to be ready to reshape our economy with industrial policy,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to stand up for Europe, but most of all, to stand up for our security, because Ukraine is vital to us. 这个斯坦莫的演讲可以说是再一次鼓舞人心啊！也就是不管别人，对吧？英国要站出来，虽然他在海峡的这一边，他在英伦三岛，但是欧洲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英国。所以你看啊，这个斯坦莫明确表明要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对吧？要帮助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就是帮助欧洲。这个斯坦莫再一次表态啊，对吧？美国人是对的，也就是说啊，你欧洲的这个安全由欧洲人自己负责了，欧洲人要掏钱，欧洲人要有这个意识，要保护自己。 你不能全指望着美国了，欧洲人要走出这个舒适区啊，对吧？我想啊，能认识到这一点，对吧？就欧洲人呢，要认识到你得自己花钱保护自己，自己强大起来，你不能全指着美国人，对吧？这个是第一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再认识到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本性，我想这欧洲都知道。如果你们欧洲人呢不想学俄语，那接下来该怎么做？那就一目了然，没得选择，只有援助乌克兰这么一条路。所以你看啊，现在法国的态度啊，法国给人感觉更加灵活啊，这个马克龙啊上蹿下跳的。但
但是这个英国和德国啊态度非常坚定。就目前来看，这个德国的态度是最坚定的，无论他的后任的总理梅尔茨，还是他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雷乌斯，还是他新任的外交部长，都是非常强硬的这个支持乌克兰，立场非常坚定，而且他们对美国不感冒。那英国这个表态，这斯塔默对吧？英国非常稳定啊，也就不管谁当首相上来，态度是一样的。无论是他这个约翰逊那个金毛，还是这个中间有个叫什么苏纳克吧，甚至中间还有一个女首相，那一个比一个强硬啊。这个英国的前首相这个约翰逊啊，就那个金毛，那最近跳得更高啊，眼看这个乌克兰被逼入绝境，被特朗普逼得要去对吧？领土换和平啊，而且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个金毛啊，这个约翰逊是急了啊，对吧？在各种场合大声鼓舞抗战，呼吁停止考虑俄罗斯，要设身处地的为乌克兰着想，并且认为乌克兰保护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甚至他在这个是不是在论坛上开始爆粗口说支持普京侵略的这些人，当然指的恐怕是特朗普这一小团伙祖上三代必有土匪，这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这特朗普刚参选这个总统的时候这个约翰逊还一个人他认为他跟特朗普关系还不错，所以他跑到美国去斡旋。大家还记得这个2024年年初对吧？这个援乌法案600多亿美元那个法案在被共和党搁置之后这个金毛还多次去海湖庄园去找这个特朗普去做工作。其实约翰逊认为他跟特朗普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约翰逊中间还多次为特朗普说话，说特朗普一定会支持乌克兰。我记得咱们节目都说过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约翰逊也是看清了特朗普以及他小集团所作所为让这个约翰逊大失所望，想给他洗地都没法洗了。你看这是一个英国的前首相老领导对吧？已经人走茶凉了，现在还是不遗余力就是借一切机会发挥余热，为乌克兰奔走呼号，为乌克兰鼓入呼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英国人我想他们援助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这个是他们的国策，是不会受动摇对吧？也不会受这个美国受特朗普这小集团要挟，他也不会受他们英国国内政治变化影响。所以这个英国我认为跟德国那是非常稳定。现在就是法国法国历史上他就是要独立，他就是欧洲是欧洲人，欧洲要跟美国独立，但是法国的实力和法国的这个做法也是让人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强硬，给人感觉他不是那么靠谱，有点拖拖拉拉。这个普京他不是突然宣布在这个胜利日停火72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俄方停火72小时表示，乌克兰人民不想经历这场战争哪怕1秒钟，并且始终表示愿意尽快与所有能够帮助建立和平和保障安全的合作伙伴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全世界都相信没有必要等到5月8号，停火不应该被持续几天，然而再次造成人员伤亡，应该立即彻底无条件停火，并保证停火至少30天，且有保障可信的才能真正的外交奠定基础。根据塔斯社4月29号报道，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天花板梅德韦杰夫显然又开始喝早酒了。这个梅德韦杰夫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怎么喝早酒现在又开始酗酒了。为什么呢？你看他说他是29号，他说每一个北约新成员都会自动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目标，包括潜在的报复性打击，甚至包含核成分。梅德韦杰夫说考虑到他们指的是芬兰和瑞典因为芬兰瑞典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对吧火线加入北约的。他说考虑到他们地缘政治地位和许多其他因素，不结盟政策曾让他们拥有某些国际上的额外待遇，现在他们加入了一个与我们敌对的集团，这意味着他们会自动成为我们武装部队的目标，包括潜在的报复性打击，甚至是我国军事原则框架内的核成分或预防性措施。你看看梅德韦杰夫现在赤裸裸的威胁这个瑞典和芬兰，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对吧？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梅德韦杰夫是叫看热闹不嫌事大。反正普京现在在俄乌战争这一块好像消停了，好像看到曙光了。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就是熬出来了。那这个对梅德韦杰夫来说是非常失落迪波老人现在居然熬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梅德韦杰夫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希望这个跟芬兰跟瑞典再干起来，到处煽风点火，到处拱火浇油嘛，实际上就给迪波老人找事干，让迪波老人疲于奔命，对吧？刚按下葫芦，那边也起了瓢，这说明梅德韦杰夫还是希望把迪波老人放在火上烤还是请君入瓮这没盼着迪波老人好。这按理来说，对吧？你现在
在特朗普的帮助之下，你好不容易压着这个泽连斯基，对吧？要停火，这个按道理啊，这个俄罗斯应该喘口气，对吧？让迪波老人也歇一歇，尿不湿啊也换一换。结果你看啊，这个梅德韦杰就是不省心啊，就担心这个迪波老人闲下来了啊。第二个，很有可能迪波老人一旦闲下来，恐怕这个刀刃就要向内了，要清除异己啊。那个时候梅德韦杰夫、什么卡德罗夫这些人就岌岌可危啊。所以梅德韦杰夫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自保，把火啊往芬兰、瑞典去烧，让他们最好打起来。一旦普京跟北约干上了，那梅德韦杰夫不仅相对安全，甚至都有可能看到迪波老人走向他的那个歪脖子树啊，到时候这个梅德韦杰夫是不是可以东山再起来收拾残局啊？另外在一场马拉松活动上，这个梅德韦杰夫他说我要直言不讳的说，那些不该信任的就是美国、西欧国家，包括一些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曾被这些历史敌人的虚伪伎俩所欺骗，未能意识到他们的言辞往往毫无价值，而那些文件上的签名也不过是空洞的形式。就是梅德韦杰夫喝了早酒之后他就认为这个俄罗斯曾经有一段时间过于信任西方。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在告诫迪波老人，对吧？你现在跟特朗普打交道，你还是小心一点别到时候又被人卖了，对吧？你还是接着往下打吧，不要轻易停火，对吧？你前线打得越激烈，后方梅德韦杰夫就越安全，对吧？前线消耗越厉害，那普京离这个灭亡就更进一步。我们再看看这个印度和俄罗斯的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要翻呢。当地时间4月28号，印度与法国正式签订协议，以约74亿美元的总价格购买26架阵风 M 舰载战斗机，另外还包含配套设备、弹药以及服务，预计到2028年到2029年交付首批阵风 M， 然后装备印度国产维克兰特号航母。这个印度最近你看又跟美国买 F-35， 又跟这个法国买阵风 M， 这个一出手就是上百亿美元。你想一想，以前这个订单按道理都要给俄罗斯的，现在这印度也不跟俄罗斯买了，对吧？跟美帝买，跟法国买了，可以理解我跟美国把这个俄罗斯的大客户给撬了。从此俄罗斯的这个飞机又少一个大客户，这法国人还是很有办法。我们再看这个《纽约邮报》说他说到明年俄罗斯政府可能就耗尽自己的战争资金。俄罗斯政府现在已将106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一半用于士兵工资和奖金，这还没算上抚恤和武器弹药的开支说与此同时俄军平均每月损失 4.5 万人。为了招募足够的兵力，俄罗斯各地区都增加了签约奖金，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即便如此，在前线剧烈损失和整个俄罗斯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招募人数依然不足，甚至连第三国直接出兵参战也无法弥补前线俄军兵力不足的困境。俄军在战争中最依赖的是炮兵火力，目前俄军平均每天消耗 1.8 万发炮弹，即便是在胜利日后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估计消耗量会增加到3万发左右，甚至更少。俄罗斯军工业和来自第三国的支持早就无法支持前线俄军像战争的头2年那样肆意挥洒炮火。也就是按照《纽约邮报》的说法，俄罗斯是越打越穷炮弹都不够了。我们看《经济学人》说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关税战。经济学人称高盛和俄对外经济银行的数据表明，自去年年底以来，俄经济增速已从 5% 降至0%。央行还记录到多个行业的需求下降，下降的原因呢有几个说第一个，完成经济向军事经济的转型，就是战争经济，停止大规模投资；第二个，军费开支和劳动力短缺导致了高通胀；第三个就是特朗普引发的贸易战导致油价下跌，对俄股市和预算造成重创你看这个咱们一直说就是特朗普叫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特朗普来了一招隔山打牛，最后一看倒下的是俄罗斯你特朗普没有给俄罗斯加任何关税所以特朗普是隔山打牛。所以说特朗普跪舔普京但是他的贸易战是阴差阳错的给普京沉重的一击。所以俄罗斯人说这个美国人不能信也不知道特朗普是诚心的还是他真不懂。这个4月28
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身体永远健康的万斯啊，他向媒体诉苦，他说来来回回交涉，有时候都想撒手不管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诉苦说啊，有时候你会对乌克兰人感到极度沮丧，有时候你会对俄罗斯人感到极度沮丧。谈判的本质就是这样，你得来来回回交涉，有时候你撒手不管了。但特朗普总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这万斯诉苦啊，他还说啊，这个如果这个战争啊持续数年，乌克兰无法战胜俄罗斯，但可能会引发核升级风险。这个万斯他驳斥一种观点啊，他说啊，现在主流媒体和主流的民意啊，认为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啊，认为啊，说再打几年俄罗斯就会崩溃，然后俄罗斯崩溃了，乌克兰就能收复领土，一切都会回到战前状态。万斯说啊，这根本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万斯强调啊，他说这个战再打下去啊，再坚持几年，我们可能会面临社会崩溃，再打下去会死数百万人，甚至可能升级为核战争，必须停止冲突。本届政府的政策就是促成停火。我向你们保证，总统正要求所有幕僚，包括我本人，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全力以赴。首先一个啊，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他们的智慧啊，解决不了这个停火问题。第二个啊，你从这个万斯的表态来看，他们真的是远远比不上拜登。我们老说拜登啊胆小，拜登害怕战争升级，所以他给乌克兰援助啊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不轻易的，对吧？升级。我们说拜登他害怕核大战，我们以为特朗普啊他不怕，对吧？他能不在乎普京的核战，对吧？他说不定啊敢这个给乌克兰更多的援助。但是你从那个万斯的表态来看，特朗普和万斯这些小集团呢，他更是害怕俄罗斯的核讹诈。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敢冲普京呲牙，对吧？不敢指责，不敢真正的制裁俄罗斯。拜登好歹，对吧？还骂一骂普京，对吧？还制裁俄罗斯。是这么一比，你发现特朗普实际上是色厉内荏。他老说啊，我在的时候这个战打不起来，这也有可能啊，因为他在的时候他直接跟人跪下了，对吧？普京也确实没必要打，费事。所以万斯这个表态啊，就充分的暴露了特朗普及其他这个小集团表面上很强硬，实际上非常懦弱。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把大棒给了乌克兰，把萝卜给了俄罗斯。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